但真正想做歌手嘅時候咧，就真係到參加比賽先發現，原來我可以做歌手，咁就開始開拓咗一個新嘅視野、新嘅世界啦。就覺得原來做歌手咧係可以唱到自己中意嘅歌啦，亦都可以傳揚到自己想傳揚嘅信息啊。咁就開始做呢個創作歌手咯。我諗做媽咪一定係好擔心自己個女嘅，同埋我媽咪有傳統啦，佢希望個女就係讀完書出嚟揾份好嘅工作，認識到一個好嘅男人，結婚生仔，就係咁樣完成咗個人生。即我媽咪係咁諗，咁所以佢見到我想做歌手，佢係好擔心。只要我夠堅持，同埋我俾到佢睇到我工作好認真、好盡責，同埋我做得真係好開心，有唔開心都要適時同佢分享，唔好好似報喜不報憂咁。我諗呢一種信任就可以令到大家關係好啲嘅時候咧，佢會明白咯。佢就會明白到，既然我都阻止唔到你，你有咁有決心啦，我唯有做嘅就係支持你咁樣。我諗每一份工作可以帶俾我嘅嘢，都可以延續到去下一份工作。我自己第一份工作係歌手嘛，咁有時我哋做主持咧，都要表演下唱歌咁樣啦。咁做主持又可以訓練到口才啦。咁啊，尤其是做兒童節目嘅主持，你個轉數要好快，因為小朋友真係好快嘅。咁同埋點樣控制到啲小朋友嘅情緒啊？點樣同佢打成一片？呢啲嘢對我之後嘅工作都好有用，因為所有嘅主人都覺得自己嘅寵物最靚、最乖嘅。咁但係佢有曳嘅時候，應該點樣同佢哋溝通啊？點樣同佢講翻呢件事咧？原來係需要啲包裝。咁我自己都有好多缺點嘅，就係從呢一啲工作入邊學識好多嘢，然後擺低一啲自己缺點或者修飾啦，唔可以話擺低嘅。我都有懶嘅時候嘅，咁但係就慢慢修飾啦，咁就將呢一種學到嘅嘢帶去下一份工咯。咁我好相信我都學咗咁多嘢，下一份工應該會更好啩。各位年青人，相信你哋一定有自己各自嘅夢想，想要實踐嘅。但喺實踐嘅路途上面呢，究竟點樣做先至係最適合你哋？我諗只有你哋先知啦。所以多啲了解自己係一個點樣嘅人。點樣去發揮自己嘅優點？點樣修飾自己嘅缺點？甚至如果可以將缺點都變成優點咧，做到極致嘅話咧，咁就係最好嘅人生啊！咁所以如果當你哋遇到任何困難嘅時候，千祈唔好驚，要相信自己，一步一步咁樣訂立咗一個小目標、一個中目標、一個大目標，向住夢想進發咧，咁好快你就可以得到夢想呢個好靚嘅果實㗎啦！咁所以相信自己啦，你哋得㗎！